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5月2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以赛亚书第5章15节到24节，约翰福音15章18节到20节，26节到2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真理的神。圣神保惠师的工作是要来互基督徒会记得耶稣基督的教示，然后来督促人去实践改变。伊就是真理的圣神，互人会记得真理的教导，互人会谦卑顺服。所以人必须爱行伫圣洁、公义、正直的道路顶悬，才通证明家己是属于圣神的，属于上帝的。今仔日的经文旧约以赛亚书第5章15节到24节，互咱也看到一个情景，亲像台湾最近的政治现象，有部分政党掠做家己已经超过一半几席，就来用这个阴险的手段，想要用欺诈的方式来偷渡法案，造成台湾政治上的无平安、人民不安甲抗议。伫昨夜暗有将近10万人伫台北市内来抗争，全国也济的所在拢咧举行为着台湾祈祷的聚会。咱看见这种政党的骄傲自私，而且无公义的做法，必定会得到上帝的处罚啦！吼，先知安尼讲，人受侮辱，世间人受着降低，目头悬的人降低做卑微。毋久，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因为公平受高举。至圣的上帝因为公义显明家己是圣，羊仔会拿准伫家己的牧场咧食草，细只羊仔会伫好野人趴远的土地去找食，惨啊！遐会用欺诈做枢纽来的罪过，用拖车的说。拖罪恶的人，因讲上主着赶紧完成伊的工作，互阮会当看到以色列神圣的上帝着赶紧来实行伊的计划，互阮会通知影，参啊遐会互善讲做歹，甲歹讲做善的人，因用暗做光。用光做暗，用苦做甜，用甜做苦，惨啊！遐想要讲家己有智慧、家己真巧的人，惨啊！遐会啉酒、点英雄、调酒拼头命的人，因受报了判有罪，会做无罪。北下无事无果的人应该有的权利，所以因会亲像麦角互火吞食，火子来吞食，亲像大草互火烧了，因的根会烂去，因的火若尘埃互风吹散，因为因拒绝上主万军也荷花。统帅的律法，无看以色列的神圣上帝的话。22节咧讲着因要害啊，因为所行的离开真理的教示。伫信仰某一程度来讲是二分法啦，吼。若是军队真理，就是军队魔鬼啦，吼。若准无有公义，就是得罪上帝。若无行伫光明的中间，就是行伫黑暗的中间。真侪时阵，咱为着正义发声的时阵，也会遭受到恶意的攻击，
但是就好那参像约翰福音耶稣基督伊的话安尼讲，约翰福音15章18节到20节、26节到27节，世间人怨恨，世间人若怨恨恁，就知因怨恨恁以前已经怨恨我。恁若属伫这个世间，世间人会看恁做家己的人，甲恁疼。不过我已经对世间甲恁竞选出来，恁毋是属伫这个世间，因为安尼世间人怨恨恁。就会记得我甲恁讲的话，仆人袂比主人较大。世间人若迫害我，嘛会迫害恁。恁若遵守我的话，嘛会遵守恁的话。我要对白找一位劝慰者来恁遮，伊就是对白遐来迄位启示真理的神。伊来时会为着我做见证，恁嘛为着我做见证，因为恁对开始就甲我做伙。其实咱实在是免烦恼啊！因为上帝圣神必定会为着咱做见证，因为伊是出伫白上帝的为助者、保惠师，伊是真理的灵神。是咱只要尽咱的本分来做应该做的代志。诗篇29篇，上主掌管大自然，天界大灵的正经字啊，就将上主应该有的荣光归乎伊，就归乎伊，就将上主的名应该爱有的荣光归乎伊，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。上主的声伫水面底响，阳光的上帝起雷大弹，上主临伫海洋顶面，上主的声有大气力，上主的声威严满满，上主的声拍至碧香树，上主拍碎黎巴嫩的碧香树，伊互黎巴嫩着跳，亲像牛仔囝。互叶文山着跳，亲像牛仔囝。上主的声，互死那闪死；上帝的声，互旷野摇动；上帝互加底斯的旷野大震动；上帝的声，互鹿母着惊生产；互树哪来的树叶落甲光光光。所有伫伊殿内的人，拢喊发荣光归上主。上主设宝座伫大水的顶面，上主做王到永远。上主赐气力互伊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互伊的子民。感谢上帝，互阮有勇气来面对这真恶劣的环境。感谢上帝来赐阮台湾有这么多正义的人士。愿意为着无公义徛出来抗争，求主帮助阮台湾国家的前途，互撒旦魔鬼的势力提起，恳求真理的圣神带领阮行伫主的光明中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